台湾人是真爱食海产，不过沿海会当掠到的鱼仔，即嘛是愈来愈少。行政院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甲几个研究中心合作，成功培育出乌鳌等等重要鱼种，嘛伫咧小琉球的海域，甲鱼仔仔放流，希望互渔业的资源会当永续循环。来哦，来一个，再来。农委会水试所这几年成功培育一寡鱼仔，有乌鳌、甲子、甲鸡仔鱼等等。农委会透过主办海洋资源合约的宣导活动，来到小琉球海域，跟23500尾鱼仔放流。整个来讲，因为陆地的面积还是有限嘛，如果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区域来做粮食生产，那对我们地球的环境是更友善。根据渔业署的渔业年报统计，1970到1980年代，单元近海渔业的渔获有340万吨，但是最近10年来数无到15万吨，在4-50年中间渔获减5成去，海洋资源明显大减。这几年水试所总算成功培育野生鱼，或者鱼会当伫真工环境生卵生碳，希望未来会当稳定生产鱼仔，互海洋资源会当永续循环。放流要有一个正确的动作，叫做适时、适地、适种、适法，就是我们要在对的季节，在对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对放流对的物种，然后最重要，我们还是要有法律的依据。行政院农委会望透过这届的放流，提升民众对海洋的认识，也顺续了解讲放流也毋是凊彩放倒的话，当咱对海洋生态和资源保护有正确的认知，才会当年年有鱼，年年有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